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30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斗阵来去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昨出现头一个 Delta Plus 针对春节回乡人潮，指挥中心正在讨论点厝检疫方案，台中正传出2例Moderna疑似死亡个案。民进党办头一场公道说明会，总统蔡英文出席，呼吁民众登票爱谨慎，卖互台湾的未来因为政党的斗争而有去。民党东港野王平安节，明仔早起4点特别烧王船，希望驱散瘟神，国泰民安。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咱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伫咧境外有7例，内底有6例拢是突破性感染。针对第13轮疫苗的预约，有 AZ 甲 BNT 2种会当选。指挥中心表示讲，5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照家己的意愿来检。因那即马国内已经出现头一个 Delta Plus， 针对春节回乡的人潮，指挥中心讲，即马当伫咧讨论点厝检疫的方案，会积极来调度防疫旅馆。国内新冠本土疫情30摆啦，搁再加零本土零确诊，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不过新增加7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的6个人是属有完整注射2剂疫苗了后突破性的感染。由序号1到3是接种过2剂科兴、2剂国药跟2剂的 AZ， 那5、6、7的话都是接种2剂的 BNT 疫苗。有关第13期疫苗预约，同时开放民众预约头一剂 AZ 甲 BNT 到底是免怎选择？指挥中心讲，50岁以上的民众会使依照自身的意愿选择疫苗的厂牌注射，另外开放一般的民众头一剂做 AZ， 第二剂做 BNT， 会在11月时阵来规划。他在医院登记的时候 ，AZ 跟 BNT 都有选的话，那他在这一次第13期的话，就同时有两可以符合。可以预约 AD 跟 BNT 的一个选项的资格哦。另外，过年即要到啊，有上万人返来台湾过年，不过防疫旅馆的量能却是严重不足。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已经请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负责来调度。去年我们其中检疫所有提供大概1500间，但后来定了1200、1300。好，今天我们会提供更多。那当然在调度上，我还是会请王必胜执行长来做调度。另外，台北市长郭文提指出，明年1月中，当国内2剂疫苗注射率达到70%，就使免挂催安。对此，指挥中心强调，虽然本土疫情有较厉而且稳定，不过国际疫情依然是真严重。为了避免境外来移入，造成本土疫情爆发，挂催安依然是最后一道的防线。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指挥中心表示，讲一般的民众 AZ 注了要蓝底注 BNT， 估计11月份才会进行。不过今仔日伫咧高雄，煞有一位女性，伊坚持要蓝底注，佮甲医护人员大细声，随去互警察带走。高雄市的卫生局表示，讲伊已经违反医疗法，也爱判妨害公务的罪名。因那台中即马是传出2例疑似注 Moderna 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即马这死因又搁爱厘清。这查某人双手互铐起，互警察揪出注射站，就是对警察来大骂。冷静什么？你们这样对我冷静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警方安怎可能都是无路用？30岁起，这姓孙的查某人到高雄展览馆要注射 BNT 疫苗，伊讲家己在澳洲有注过 AZ 疫苗，6个月才转来。医护人员甲伊讲，袂使注无同的厂牌。这查某人情绪失去控制，大骂警察甲医护人员，都要依照妨害公务来上班。高雄市卫生局也以违反医疗法来开罚。滋扰或者是干扰当场接种次序者，有可能会违反医疗法第24条第2项，然后得以处以新台币5万元的罚款。另外，伫台中是新增加2例疑似注射无得到疫苗第2剂死亡的个案，分别是66岁甲71岁查某人，因分别是在27甲22注射，拢在28宣告不治死亡。66岁男性，有高血压及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分别于7月15日及10月27日接种莫德纳第1、2剂。另一位为71岁男性，有 B 型肝炎等慢性病史。台中的部分，他们常常报告的有时候是旧的案子，这个我们还要再查一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有可能是旧案，也要进一步来了解。台中市卫生局是表示，这阵台中市的疫苗注射率头一剂已经超过7成，第2剂注射率也超过3成。
另外，30新增加的2名死亡个案拢有慢性的病史，也有心血管的疾病，也毋过是毋是甲疫苗有相关联，也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即卖已经正式批准5岁到11岁囡仔注 BNT 疫苗的紧急使用权，在上紧的后礼拜就会开始注射。咱的指挥中心表示讲，会先观察美国注射的情形，也会和咱的专家小组来讨论，才看讲是毋是要互咱的囡仔对来注。Out of 18 voting members, 17 voted yes, and we had 1 abstain.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顾问小组26表决，以多数表决通过建议 FDA 授权了后 ，FDA 2正式批准 BNT 儿童疫苗的紧急使用权。疫苗成分甲成人版同款，也毋过每一剂的剂量只有成人的1/3，12克。从紧后礼拜开始做，未少家长关心台湾敢是第二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会继续注意美国的发展。FDA 通过之后，其实还要再经过美国 CDC 的核准哈。那它的这个儿童版的 BNT 的剂量哈是只有成人版的1/3，所以使用的剂量也不同，大概在后续这一个瓶身的标示上面也会有些不同，以免说有误拿误打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都会持续注意美国这边的一个发展，那也会在这个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这边再来做讨论。指挥中心表示，国内做疫苗的年纪若要下手，需要先向 BNT 出示临床试验结果。各项实验室送审了后，受该封单专家也真会议，爱先观察美国大规模做了后的不良反应，尤其是心肌炎。就是因为 BNT 它没有在做那个5到11岁的儿童的研究的时候，它的样本数不够大，心肌炎的发生率可能就是100万分之几十这样子哈，所以你如果是几千人的临床研究是没有办法侦测到它真正的发生率。根据路透社报道 ，FDA 这项决定将予2800万名美国儿童会当注射疫苗。BNT 儿童疫苗也将是美国头一支核准用伫年纪较细儿童的新冠疫苗。那台湾的儿童恐惊爱个等咯。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4大公投就要登票啊！民进党今仔日伫咧桃园办头一场公投的说明会，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有出席，因是亲身说明政策。因若总统呼吁民众登票的时阵，就爱谨慎，唔好互台湾的未来因为政党的斗争全乌有去。民进党第一场公投说明会30日桃园开始，之前因为就中央大厦场地引起争议，即马改伫外口拿球场举行。民进党也照出宣示竞争公投的决心。部会首长全动员，行政长苏贞昌、副院长沈仁丁、经济部长王美花拢到场，总统蔡英文也拍头阵亲身上阵，捍卫政策，强调专业组织和公投加做恶斗。可以团结守住疫情的防线。我们也一定可以守住4个不同意，让台湾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大家说对不对？这摆首场选择桃园主要是新主打海草打基地，桃园立委连番上阵说明，市长郑文灿讲政策，导致经费保育海草打，希望得到民众支持，也批评并安尼就绑票人员转型。行政长苏贞昌开着全开，批评国民党是要互台湾乱落去。如果有人说他真爱早教，用这个名义来阻挡能源转型，我认为这会让台湾被绑架，让台湾陷入空转，把民进党政府打趴。我们不能让国民党得逞，不能让国民党让台湾乱下去。苏贞昌拼命说明要组织公投加做对行政团队的无信任票。公投说明会礼拜日第1场要到屏东，除了苏贞昌亲身上阵，副总统赖清德也要上场，按算会主打内底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明年的基本工资就要起啊！经济部昨暗邀请相关产业的代表讨论了后，初步有达成共识。配套方案呢，会用固定金额来补贴，员工逐个月的薪水准拿领24000到25250块，逐人补贴1000，领无到24000的算点钟的辛劳，逐个月做70点钟会补贴560块。
行政院前一阵晚呢核定明年基本工资起5.21%，承诺讲会补贴因为疫情受损长的产业。针对固定经业补贴的配套草案，倒一种产业会当来请呢？这也无定案。有官员是透露讲，基本上会以服务业为主。不过制造业也表态讲，因需要补助，相关的方案就搁爱参详，估计11月份才会定案。再来讲，这外交部长吴钊燮即马人当伫咧澳洲访问，昨伊伫咧对华政策的下国议会联名会议顶头，有呼吁全球的民主阵营伫咧面对中国威胁的时阵，就爱团结、爱共心。针对外国媒体曝光吴钊燮会去欧盟比利时的总部拜访官员，外交部正低调无回应。不过有公布，伊和欧洲议会、参比利时国会议员会面的贵宾，感谢因挺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正伫欧洲进行访问，已经拜访过斯洛伐克，也有捷克。原本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29邀请吴钊燮到罗马参加实体会议，不过因疫情，也有行程安排改做视讯来发表演说。吴钊燮强调，毋但台湾遭受中国的威胁，其他民主的国家也是同款。全球民主的阵营必须爱团结一致，面对这挑战，维护大海和平。Unfortunately, it's going to impact up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should not allow democracy to be destroyed by China. And Hong Kong is already a very sad story for us, and we shouldn't all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外国的政治媒体有消息讲，吴钊燮这座欧洲行程会拜访欧盟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会见欧盟的官员。不过，这行程是真保密，外交部对此回应无评论。不过是发布吴钊燮甲欧洲议会以及比利时国会议员的会面的相片，感谢最近欧洲议会真支持台湾，头一摆通过大欧盟政治关系甲合作的决议，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甲提升大欧的关系。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些保留嘛，不然中国大陆的话动作大的话，连一些拜会的行程都被砍掉，那就很辜负这一次很难能可贵的真心。欧盟对吴钊燮是毋是甲官员会面无做评论，不过强调台湾是理念相近的重要经济甲高科技的伙伴。学者张福昌认为，最近欧洲对咱友好的声音确实有升悬，欧洲议会也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不过这拢是建议。欧盟的声明也是大部分强调一中政策，惊中国生气，所以讲短期大欧在外交政策方面可能也未有马上的突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联合国气候峰会伫咧即个月31就要伫咧英国苏格兰起稿啊。针对气候变迁甲环境议题抗议行动，伫英国甲美国拢无动点。瑞典的环保少女通贝里甲美国纽约的社运人士，因是分别去渣打甲飞机银行表达诉求，因毋好搁再投资石化产业。瑞典少女通贝里一出现就互媒体包围，伊以罢课行动呼吁全球青年站出来，要求各国政府解决气候危机，加速世界同人灾的产物。29伊伫伦敦加入青年抗议行动，比完了后也会参与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场外另外一场抗议，伊无发言甲接受访问。另外，青年代表来到渣打银行总部，要求停止投资高污染的石化产业。气候峰会31登场，美国纽约也有社运人士前往花旗银行总部，抗议银行将资金投资生产化石燃料的相关产业。They are financing the oil, gas, coal, and deforestation that is causing the climate crisis. 抗议人士前往花旗银行进前，已经先到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大声呼吁应该限制商业银行为了第二利益，腐蚀石化相关产业，致使温室气体减量工作拢无成效。The world's biggest banks pump b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and the banks are funding it all for short-term profit. 也阁有旧金山的社运人士诉求同款，来到贝莱德投信公司，伫车路进行大规模采围。71岁抗议者强调，伊为孙仔站出来。I want to leave them, do what I can to leave this earth in as best possible shape as we can, and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o that. 另外，伫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也有抗议人士来到联邦准备大楼外口。
据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鲍尔以言行揭牌，考说伊是气候狂师，无顾到大型银行投资石化产业所带来的气候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体育的消息，2021年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季即马特别结束啊！正着村亚特兰大勇士队甲休斯顿的太空人队要拼总冠军赛。因那洛杉矶的天使队虽然无法度拍入季后赛，不过大谷翔平伊的表现真出色，唔那摕到大联盟历史成就奖，即马也当选 MVP， 正做年度上届优秀的球员。Shohei Ohtani hits a high fly ball to right center field. 23 for Ohtani. We're tied. The 3-2 from Ohtani. Got him. Third time today he has struck out Dubon. 9 strikeouts for Ohtani. 骑球打击区随时准备将球拱出红普朗，骑球投手板共一个大谷翔平，心里想的就是将对手三振。加入美国大联盟的第4个球季，27岁的大谷以投手的身份登板，摕到9胜2败，3.18的防御率，同时3胜对手156人次。另外加上打者的身份，攻出46粒红普朗。当然，这也毋是大谷今年球季的全部。Look at that. He stole a bag, folks. He stole a bag. That's the old Ricky Henderson way. Hit him, and he goes, you know what? That's fine. I'm going to steal a bag. He took off to third. Here's the throw down. He swiped it. 精彩表现连球场的对手拢佩服。在大联盟球员的票选中，大谷翔平就以绝对优势，同时熟悉投手甲打者的上了年度球员。There's nothing to really say. I mean, it was incredible. He's fun to watch, and man, what a year did he have! He's elite on both sides of the ball. You know, even if he wasn't a pitcher, he'd still be in the running for MVP. And you know, if he wasn't a hitter, he's one of the best pitchers in the baseball. 在大谷翔平进前，日本籍选手只有林武一人。在女性单季安打纪录的2004年，挑战打击部门的年度最佳球员。大谷以二刀流摕到上了 MVP， 会当讲是贝布鲁斯了后8年来第一人。今シーズン、野球をして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皆さん、そして MLB 機構の皆さん、そしてエンジェルスの関係者の皆さん、すべての人に感謝し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除了球员票选的年度上优秀选手，美国大联盟官方也颁奖2021年历史成就奖给大谷翔平。这是弗雷曼2015年担任大联盟主席以来头一摆颁发这个奖。广西新闻徐家欣编译。在地消息来讲，3年1考的屏东东港迎王平安节，经过8天，即马要进入最后的阶段。明仔透早4点就要准备烧王船，各众人都拢希望驱散瘟神，国泰民安。用人看到山船的方式，真壮观的王船慢慢来开出东龙宫的牌楼，民众小钱来看，庙门口开甲拢袂过。王船经过路线，不少人更加早伫遐等，要翕相留下珍贵的画面。3年1考的迎王平安节，毋但是当地重要祭典，更加是国家重要无形的文化资产，往往吸引国内外民众热烈来参与。30钟头过了后，王船陆上行舟，辽境镇东港，收线来赶瘟疫。当地民众也遵循民俗来祭解。若是讲把瘟来求洪岛先生，把它再造，后尾上我们。不在的人不在的话，就拿衣服，祭改，都跟完送往的时候一起带走这样子。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规模缩减，敢若含当地人头来参加，无外国游客，不过依然吸引上万名的民众来参加。农历7月的普渡场啊，万年祭啦，30国庆啦，还有那个冈山罗康会啦，到现在还是比较趋缓的啦，都降级了，就比较趋缓就可以做了。根据庙方的指出，东龙宫王船是泉州式仿古官船，采传统木造渔船的方式，经过半年的船体建造甲彩画，造价大约是1000万。由90多名东港甲小琉球两地师傅合力来建造。3月1透早4点的进行收王船的送王的仪式，代表大天顺手王爷甲瘟煞带走，整个迎王祭典才结束。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造壁，会使讲是一种艺术。不过，即马若是乌白话，有可能会去防范。最近伫咧台东绿岛有10外所在壁顶去防乌白话，这乱造的情形，竟然得连通讯的基地台、电报条、甲雷港的报花拢有得看。警方即马当伫咧找监视器画面，准备要来抓人。这种鸟鼠图样甲3个日本字的画壁分散出现伫绿岛10外所在，有的画伫废弃民家的围墙，有的是画伫公家机关的壁甲告示牌，也有路边的小电箱。其中上离谱的是画伫沙赞楼馆的电信基地台，也有内港的报刊，毋是一般人会当行到的所在。当地民众看到这款的现象，感觉真不好。我们好好的一个自然景观，让你这样子用那个涂鸦就这样破坏。如果有人有样学样的话，对整个市容跟景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绿岛警方已经接到民众报案处理，也毋过画壁民众有刁工闪开监视器，警方当日扩大收集过厘相关监视器影像，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扩大调阅监视器厘清，全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侦办。将处3000元以下罚款。绿岛民众也真好奇，这挂画壁代表什么意思？伫台湾的日本人讲无日文的意义。台东大学宋明熙主任何俊迪表示，这可能是创作者自创的标志。今年7月也捌伫高雄市互发现。也毋过即马连台东复工港区的标识牌也出现类似的画壁。记者综合报道。360行，行行出状元。劳动部呢最近办台湾特色产业的这服装比赛，有超过300件作品来比。就望讲透过少年设计师因的创意，互人看到每一个行业的服装甲穿插背后，拢有值得咱家己尊敬的所在。台湾人上值钱的工作服，经过重新设计。等渔业基层工作者平常时的辛苦，设计者希望透过服装，让大家重视海洋环境。希望带给台湾人就是认识台湾自己的定制渔业，跟认识海洋，还有认识使用台湾鱼的鱼种。够经验的桥班人员、地方的作息人、修车师傅穿插设计，会使看到设计师的用心。劳动部举办台湾特色产业形象的服装设计比赛，6组入选作品在线顶展出，希望透过少年人的角度，为各行各业站声。以台湾传统文化作为设计理念，那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传统文化的传承跟精神，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不管是农林渔牧工作各种特性，它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种刻板印象，说欧秋的是欧秋，它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透过它的服装设计，其实是可以颠覆大家的想象，也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劳动部讲，目前创客基地除了提供免费学习的空间，各创业辅导，希望培养少年对创造到创业，亲手实现家己的梦想。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到底来关心天气，明仔载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早暗呢这天气会真凉冷，温度会差真多，提醒观众朋友得特别注意天气变化。除了东半部地区，基隆、大台北可能会落地阵雨，其他地区拢是多云好天。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则会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资料。从斗阵来看，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再来看中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在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再来，在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在金门、澎湖、马祖21度到26度。未来3天的气象，咱也斗阵去眼一下。
接下来7点半，请观众朋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节目，来看咱国内唯一一个女子的这个 talk show 团体，叫做好好笑女孩，应用讲笑的内容，替多元性别来发声，做伙来看因的故事。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敏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